再看卫生福利部按说要修正人工生殖法，也毋过针对代理孕母这个议题，同志妇女甲助产师等社会团体早期是呼吁讲，代理孕母应该爱甲人工生殖法脱钩来处理。为了要解决未生翁某的问题，人工生殖法目前只敢限定伫咧会涉卵翁某会当使用人工生殖技术。不过伫咧10几年之间，经过同志婚姻合法等变化，卫生部今年也开始研究修法。有几多的平权甲同志团体要高度的共识，认为人工生殖法需要扩大主体对象。去年我们已经有开始同志可以共同收养这个小孩，我们也希望今年人工生殖法可以尽速修法通过，让更多元的家庭情态可以存在。另外，参加会议的27个民间团体也联署，因认为代理孕母的议题应该有更加侪研究甲讨论，需要甲人工生殖修法分开处理。它并不是橘子跟柳丁的关系，它是橘子跟苹果的关系，所以把两个放在一起修法的话，事实上是非常不当的。我们很怕它拖累了这个人工生殖法要开放这个适用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它跟代理孕母绑在一起的话，法案通过其实是遥遥无期，因为过去20年关于代理孕母要不要合法化以及如何合法化的那个过程已经争执了20年，目前看起来其实没有共识。台湾女人连线表示，人工生殖法所规范的是生殖技术使用的对象甲定数，但是代理孕母议题牵涉到委托者、代孕母甲代孕子女的权益，甚至是亲子关系建立等问题，牵涉的层面真宽。两种完全伫咧无共嘅讨论范围，若是甲代孕议题放入去人工生殖法来讨论，是伤过啰嗦。记者综合报道。